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今天的敬拜跟礼拜。我们先一起来做个聚会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主你所爱的儿女。主，感谢你，为我们你舍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留下宝血。主，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主，求主你也能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在你的面前，主单单的来敬拜你。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纪念主伟大的爱。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称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称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
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耶稣。主，不管是患难，不管是逼迫，不管是刀剑危险，主你都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事情都是可以隔绝主你与我们的爱。主，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灵。主，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完全的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荣耀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再一次将荣耀、将权柄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
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所前，所有荣耀，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荣耀，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所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荣耀归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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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感谢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你是那充满荣耀、充满权柄的主。主，我们再一次将荣耀，我们再一次将权柄，再一次将王都献在主你的手中。主，你是主你羔羊已作王，今直到永远。主，求主你让我们坚信着你，主，让我们坚定的跟随你。主，我们愿将这一切都献在主你的面前。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此时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攻读的这圣经节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6章，我们要从第4节看到第9节。此时我来念，请大家注意来听。申命记第6章第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此时，我们要请蔡崇义蔡长老来证道。今天他要证道题目是代代相传，我们请蔡崇义蔡长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虽然是连假，我们仍然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今天虽然有小雨有风，但是在你的面前，我们得着安宁。主，疫情虽然严重，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仍然火热。求你照顾我们，也照顾那些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求你让他们心得到舒坦，帮他们开道路，帮他们开江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弟兄姐妹平安哈！我今天还是戴着口罩讲话好了。昨天160例，那这个外面这个口罩一戴一讲到这边就雾掉。昨天160例，那外面竟然有224例，我看了也吓一跳。但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那个陈宗彦
他们也要出门。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看他都回家洗个澡，又出门了。他们指挥中心大概为这些事情也蛮伤脑筋的，所以一早上他们就要开会。可是他讲一句话，他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只是因为我们疯了，已经习惯于清零，所以一听到有，大家很紧张。但是目前大概打过疫苗的，顶多到轻症，重症那些其实都有其他的慢性病的，很少了。台湾几乎很少，现在我们看到死亡率几乎很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小心。今天是清明节，清明节大家都回去扫墓。我跟我爸爸妈妈讲，有一天我会不是清明节的时候回去看你们，我实在很想念他们，但是不是清明节，因为我教会还有侍奉。我在回想我这一天，昨天晚上主任跟我太太在讲这些事情，在一生之中，我们经过一间又一间的教会。我在当法官的时间有空，我大概都在做教会的事情，联络啦、探访各种方面。晚上我们法官的朋友大概都会聚在一起啊，最起码大家聊聊天啊，哪个人续居啊，哪一个人生日啊，大家这边互相庆祝一下。我晚上的时间都在教会。那这个教会一离开，我爸爸都吩咐我们不要再去干涉这些教会任何的人事情，所以我们跟教会的会友几乎就没有再联络。一间又一间的教会，我台南有一间房子准备出租，现在已经第4年、第5年了，我找不到人来帮我做，因为我发觉到我台南没有朋友，那些大企业家，很多的大企业家，你也不好意思叫他们去做吧，而且这些大企业家跟我在一起，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每个教会的会友，我几乎都跟他们断绝联络，因为我希望来的牧师能够好好的去牧会，不要跟我有任何关系。湾里教会90周年，牧师一直打电话，蔡长老，无论如何你录个影也好，你能够回来最好，如果没办法回来，我们要90周年纪念，你录个影给我们。我还是婉拒的，因为我觉得我离开那个教会是上帝的，跟我都没有关系。这是我爸爸一向给我的一个警惕，也是一向给我的一个告诫。所以爸爸临走之前还告诉我，你会像保罗先生一样，这一辈子你会没有很知交的朋友来帮你做事情，也可能你会受到很大的灾害。但是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代代相传。清明节是告诉我们要代代相传。各位看到一个动作没有？上个礼拜如果你们看那个华语礼拜，你们看到这个样子，有没有？我看那个这样看起来就是很流氓样嘛，就是很轻佻嘛，很难看嘛。我说奇怪，我怎么会有这种动作？这样就是这样。现在你们看这个样，我在突然想到啊，上个礼拜这个脚很痛啦，所以根本站就站不住嘛，所以我到这里的话，这样子靠着这个脚就可以这样摆起来。可是那个画面一看就是一个很轻佻的画面，好像不以为在讲到不以为意的画面。所以人所以上帝为什么会讲说，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表。今天如果有人在上个礼拜直播看华语，一定讲说这个蔡某某真的是好大牌啊，连讲到脚都翘起来。其实我在想到说脚很痛，真正很痛啊，所以就到旁边来这样撑着，那脚就可以站起来。到台语礼拜就没有了，为什么？没那么痛了。所以突然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想说我们的人生，我的妈妈躺了15年，走我当然很舍不得。这个年假我本来也跟我大哥讲说，我好想回去看爸爸妈妈。我说你不能回来。我的大哥跟我的小弟不让我回家，我回去就好，你这个人没有用。因为我每次看到我爸爸妈妈，就真的是只能够跪下去，一直哭，我根本讲不出话来。这一辈子，我出社会，我爸爸妈妈几乎都跟着我，每天这样联系，住也住在我那里，最后一刻也是我送他走的。我大哥跟小弟都知道，他说你够了，你不要再回来了，我看你那个样子，我自己都受不了。
可是我很感谢他们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信仰。信仰是代代相传的信仰，给我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我们有一句话，请你们记住：上帝有儿女，上帝没有孙子孙女；有上帝子，没有上帝孙；有上帝囝，无上帝孙。你也讲天公伯，我讲上帝公吼，那个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只有阿爸父神。代代相传的信仰是什么？你将这个好消息传给你的儿女，教导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跟上帝连结。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再强调一次哈，那不是我是爸爸，我是阿公啊，我是阿嬷啊，我是阿祖，那是人世间的称呼。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承认他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蒙受上帝的恩典。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体会到，我们要做信仰的教导没有？信仰教导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困难。我们礼拜三大家在操练，慢慢是信徒的进阶。那我在想说，哎呦，我们疫情又开始这么严重，我们能做献福小组吗？我想上帝就是给我们一个考验的。当时初代教会的礼拜是在山洞里面呢，是东躲西藏的，让教会得到复兴。长老教太安逸了啦，所以长老教几乎没有进步，而且在退步中。你看，这些外教派们，不管是灵粮堂，不管是圣教会，很多的外教派，他们一直复兴哎。我在台南的时候，湖内圣教会一直说：“蔡长老，你就要来，你就是要来，帮我们讲道，帮我们讲道。”没想到上面做3个传道士。可是我们长老教会有没有这种热心呢？我们自己要检讨哎。那天我突然想说，耶稣最起码传道3年半了。我突然转过去问那个许长老说：“哎，我来这边有没有将近3年了？快3年半了吧？”可是我智慧教会大概不会离开了最后一天了吧？因为我一辈子就一直这个教会2-3年之后，这个教会长大以后聘牧之后我就离开，聘牧之后我就离开。我发觉到说，在教会我有没有朋友，在社会有没有朋友，连在工作上我也没有很知心的朋友，因为我们监察委员就经常去视察，每个礼拜就在外面过夜，我从来没有跟他们出去的。我的案子最多到我想去立案，有个案子我觉得很重要，我想去立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蔡委员，你忘记了吗？我们上个月有决议，依照我们的规定只能够未结案只能够20件，超过院长特别准。”我说：“我几件啊？”你84件。我说：“这是84件，哪一件不是大件？哪一件不是上面希望我办的案子？哪一件不是你们希望我办的？可是我们既然有这个决议，再忍耐一点吧。84件，我一想到84件要结到20件，要多久啊？保级总队那个指名就是蔡崇义，那个谁的指名都是蔡崇义，蔡崇义你来办。我每一天人家只要想说他们去哪里叫做视察啊，去南投、去垦丁、去台东、去哪里可以过夜2天3天，专车送去。我呢，每天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永远的都在办公室，都可以找到我，不是在约询，在监察都可以找到我，不是在约询，就是在开会，就是在办案，就是在调查，就是跟他们在研究。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连一个房子要请一个朋友帮我们租居然找不到然后我大概是个 loser， 是个很失败的人，找不到帮我们做事情的人。当然可以了，我们去拜托人家，那些大老板一定会叫下面的人帮我们做，只是会觉得说，连租个房子都拜托一个大老板去做，觉得很奇怪。那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经常抱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告诉我们，尤其是诗篇23篇，都是晚上我们要睡觉之前就抱着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惧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每天就抱着我们这样睡觉之前的祷告。我们一定要念主祷文之后，才能够做一个 ending。现在每次想起来，是多甜蜜的一件事情，很小很小。你说你记忆力那么好，我说奇怪，上帝给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我连幼稚园的事情有些都还记得住。当然没有全部都记得住，但是就连幼稚园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有点之前都还明明都还有一些印象。
但是要你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每次叫我们讲，他说告诉我们，我妈妈一直跟我们讲，上帝是你跟上帝直接的关系哦。妈妈只是带你入门而已哦。儿女是上帝的产业，儿女是上帝所托管的产业，你一定要自己认识上帝，你自己要跟上帝的连结呀。我小时候我不懂，我说为什么你们讲这种话？那我不是你信耶稣，我就跟着你信耶稣吗？你带我来教会，我就跟你去教会啊。No， 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我只是带你入门，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呐。但讲这个话比较贴切的是，让你知道我们代代相传的信仰是你要珍惜，你自己要去珍惜，而不是说我的爸爸已经当传道了，我一定会得到福气。不见得哦。你看以利的2个儿子，你看撒母耳的2个儿子，上帝给他们有反而是更加的严酷哎。但是如果你的后代尊敬上帝，你的后代用上帝做你的依靠的话，反而得到大大的祝福哎。所以同学我们在背圣经的9个果子，前关系你们自己看，每个果子我们妈妈都会问我们，你们做得到吗？尤其最重要的是什么？仁爱呀，爱是永不止息呀。仁爱啊，4月9号政委，这个很重要嘛，对不对？当然很重要。那是一个人生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开始。你们有没有仁爱？仁爱很容易讲哎，爱是最容易讲、最不容易做的。鲁伊斯把它分成4个阶段。不管哪4个阶段，朋友之爱、男女之间的爱、家人之间的爱，还有那种无私的阿嘎贝的爱，哪一种爱都没关系，因为最后是 Hileo 的爱，是朋友的爱，就是那个最后约翰福音21章，耶稣问彼得的说：“你爱我吗？”的爱 Hileo， 最后一件事 Hileo， 就是那个朋友之间的爱。这个朋友之间的爱，你也要做，你做得到吗？你有没有真诚对待你的朋友的爱？有人说：“蔡叔，你应该是去外面跟这些社会名流、达官显要们聚在一起。”他们说：“你不要找蔡崇元，他从来不跟人家聚会的。”可是你们家庭礼拜找我，我绝对会去。我告诉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比他们更宝贵。在神的眼中，你每一个人来寻求神的，都比那些达官显要更加的宝贵。我们一直告诉你们，现在在座的很多人，我们20几岁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背这句话。叶明翰牧师告诉我们：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啊！有什么好怕的？我大2第一次站在那个讲台上面，虽然是对那些我们少年之家、儿童之家的这一些小朋友们讲道，可是后面站着很多牧师跟很多老师哎。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我们行为表现出来就好，那叫做学习信徒的模样啊！你要不要这样做？你要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你真正的要做，而且让学会讲故事。我爸爸很会讲故事，有时候说你讲的哦，就是讲的这好像在写论文一样，讲的啊，好像在上课。我觉得我刚去成大上课的时候，我在讲证据能力跟证明力。哦，我讲到那个引经据典，讲的哦，然后突然一个学生跟我讲说：“老师，你的上课实在内容太丰富，但是我们都听不太懂哎。内容很丰富，可是我就听不懂哎。我讲的每一个，就是非常的严谨的，整个的连逻辑什么都编排得很好。我要上1个学期的证据能力啊，所以我都讲得非常。最后啊。”我还跟他们用一个比较白话文啊，政治力的求生命就像什么证明力就像什么老师你早这样讲就好了，我们听1个学期到现在才懂。耶稣都是用比喻耶，那所谓的比喻简不简单？简单嘛，谁都会讲啊。可是你有办法把它精髓讲出来吗？我爸从小就很会讲故事，很会画图，卡米西拜，然后一张一张抽图出来。他从小训练我们讲故事。讲故事最厉害是谁？主日学老师啊！
我从小就学主日学的老师，我在埔子教那些主日学老师，每一个都觉得非常的，我觉得现在想起来那些人都是非常的天才，非常值得尊敬哎。他们没有教我们圣经的大道理，但是他们讲故事给我们听哎。哇，他讲的故事啊，每个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啊。他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本来就是那安居乐业的人啊。上帝说你离开啊，他就离开了。小姐问为什么？上帝叫你这样离开，上帝为什么叫他离开？上帝叫他离开，要给他一个更好的福分。我说有吗？没有呢。他离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跋山涉水，然后他的侄子还背弃他，这上帝怎么会这么不好啊？连他的最后的一个独生子，他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还叫他自己背柴到山上去，又把他砍掉。上帝怎么会这样子？可是上帝有没有砍掉他？没有呢。上帝替他准备一个羔羊那上帝接纳然后上帝祝福他祝福亚伯拉罕是什么？给他一个大的福气然后给他的孙子和天上的星星、海里的沙上帝祝福他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前面有没有辛苦？所以你们害怕不害怕的前面的辛苦？会不会？他说我不怕。谁说你不怕？你会怕，但是有一天你会享受到那个果实。我们每个在讲故事的时候，最好讲的是什么？那个约瑟，王子，刚开始的时候，约瑟好得人疼，就像 baby 你一样，阿公最疼你。可是太疼你的兄弟不服气，嫉妒，本来要害死他。只有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当奴隶就解脱了吗？没有波提乏在引诱他，酒正在出卖他，很多人对他都很不好，甚至在监狱里面过日子。可他最后的结果呢？拯救以色列人。我们所有的圣经故事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有患难，但是你相信神。患难短暂的患难过去的时候，就是得到长久的福气。尤其耶稣的故事，讲都讲不完呢。所以他传道才3年半呢，我传道不止3年半呢，再加乘以10都有了。可是我跟耶稣比起来，我觉得说，人家讲的10个指头，我大概连半个指头的指节都达不到，怎么比呀？但那个耶稣是一点都没办法比。可在耶稣的故事里面，你不是只有讲说耶稣怎么传道，而是耶稣讲的那些比喻里面，那个比喻都是那么的美那种回头的故事，你可以讲1年，你都可以讲不完你说有什么好讲不完？那回头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把钱把财产分完了，那就去说玩到最后，连猪的东西都要吃，他就回去找他爸爸，爸爸就很欢迎他。讲完了，over。是这样吗？你要怎么去跟小孩子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慢慢让他知道神的爱就在这里显现。日本是福音的沙漠，上次我已经讲过是福音的硬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请美国派宣教师来的时候，美国说他们也在福音也很忙，所以他就没有派宣教师来，所以日本的神道又慢慢复兴了。就像台湾民间宗教非常的复兴一样，可是日本开始有一些信仰的长者们，他们开始发动一个叫迷尼库，就是他们从哪里开始？从主日学开始。他们从主日学里面开始，他说没关系，我们这一代大概传福音很难，可是我们下一代开始，他们设计了好多的活动。如果有一天你们去参加那个迷尼库的活动，或者说你们有兴趣上 YouTube 里面看他迷尼库活动，你会觉得难怪小孩子那么喜欢去上主日学跟他们讲故事，跟他们做游戏那天我上去我们那个主日学完之后那些老师还陪他们在那边做游戏，在那边玩，我都觉得这些人让我好感动他们真的为主在做工他做的工可能没有什么没有得到任何的掌声，但是上帝会给你掌声的。他在迷尼库里面，他就从主日学开始。第二个，要贴身的信仰
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的那个欧长老跟我们念的圣经经里面告诉我们，《生命记》，生命记是每个犹太人要背的，是不是要背《生命记》？《生命记》12岁以后要把摩西五经全部背完呢？那背《生命记》告诉我们什么？你上帝的话要戴在你的额头，甚至戴在你的手背上，手背上还朝让经文。所以你看，犹太人头上就叫一个，他们几乎每天想的，有空就想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在他们身上，你们看到没有？那些人12岁开始，头上就要戴一个经文，手上有一个经文，还要缠绕。他穿那个黑色的那个就是经文呢。有空他就念一下看一下。当然，他们不否认，他们所有的经文是旧约的圣经。5岁以下是由妈妈教导，是妈妈在教导经文。6岁的时候，他们就有拉比，就是他们先生，所以他们称耶稣也是拉比。到10岁的时候，他们要背《生命记》；到12岁的时候，要背摩西五经，还要到圣殿里面，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考试。之后，他们交圣殿税。听说丹麦，受洗以后也要交税，所以。我觉得这是圣经的教导没有错，可是圣经教导里面教导的很清楚。你看马拉基书讲说，你当1/10奉献给我，奉献做什么？是神所用，而不是人所用的。是因为我们收钱，你又变成人所用，不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到时候天主教这么的腐败？因为收税，收了钱做什么？放在口袋。我们奉献的钱是什么？是做些孤儿寡妇，做些弱势者，做些教会的爱的表现。所以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叫做仁爱。教会没有爱的话，你教会再有钱有用吗？灯光再好有用吗？音响再好有用吗？大家都是绅士，都是有钱人，有用吗？我在回台南那个教会，有几个牧师来找我。他们讲的那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很难过。你应该来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教会水准多高，好几个博士，好几个医生，好几个教授，好几个什么什么大企业家。你看谁都在我们教会。我们现在的小会长，中正教会的罗牧师，他们的教会不是有东元的父子吗？他的儿子叫黄玉仁。这个礼拜，应该是上个礼拜，因为这是礼拜第一天。黄玉仁，他现在已经不跟他父亲争了，他将那个钱捐出来，捐了很多的钱，做什么？自闭症，他的儿子是自闭症我想既然报纸都刊载，我现在讲也没关系。江玉华儿子也是自闭症王月玲我们一个监委，他儿子也是自闭症他们就捐那个自闭症那个工厂。先聘请30个自闭症儿童，他的目标要到150。我就跟他们讲，如果到150开幕的时候，记得找我去。我最喜欢那种场合。他们说你不是都不参加他们的庆祝？我说当然啦，这什么开幕典礼，我去干什么？这种东西我最喜欢去。他们要把150个自闭症儿童收纳在他们的那个自闭症的工厂。他们做的是什么？既然我赚了这些钱，我就干脆来做公益的事业。我们所看到的是耶稣所讲的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经学士、文士，在以色列是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非常懂圣经他们过着圣洁的生活。可为什么耶稣那么不喜欢他们？耶稣不喜欢他们是虚伪的，他们希望真正做出来。尤其一个撒都该人，这些人自称为义。圣殿他们把持着耶稣受钉十字架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洁净圣殿，不要在我的圣殿做买卖的。讲白的，不要利用我来赚钱如果你利用教会来赚钱的话，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嘞。不要利用我来赚钱嘞。所以我们听到，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更重要是什么？要行道。我们要用信念跟诚实的敬拜。我们听到里面，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个话语，你要牢记在你的心上。上帝有哪一句话触动的你？然后听到以后还要做什么？评道。什么叫评道？叫评论呢？今天讲的好不好？那不是这种评道，而是说今天
蔡长老所讲的里面，圣灵有没有感动他？感动到我的心？哪一句要感动到我的心？我们在把圣经，所以我们的，尤其台语礼拜，我们都有一个讲道大纲，甚至我们有讨论题目。我们慢慢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的讲道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想想看，我们要思想看看。之后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把它行出来。今天如果我们讲到我们没有行出来的话，那是假的，是空言的，空口白话。我们要不但要行道，我们要让你们知道，我们不是单单听到，而且是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要去做。这是告诉我们，爱有4个要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你有没有做得到？关第一点就好，有没有凡事包容？有没有凡事忍耐？你有没有盼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里面，不是听，哎呦，很有道理，哦，讲得很好，那有什么用？你要讲得很好的话，好消息讲得更好。你看那奥斯汀牧师在那个好消息频道里面天生赢家，他讲话那个讲到多棒啊！不要来做礼拜，就去听好消息就好。可是上帝要你的是在他的面前来尊敬他，来崇拜他。在上帝的面前，你们要知道，上帝的面前你所求的哈拿在上帝面前的恳求，上帝有没有应允他？有啊，就是生了一个撒母耳。上帝的面前，在约拿的时候，上帝说：“你去尼尼米替我传道。”他不要逃了，结果在监狱里面3天之后，他到尼尼米去传道。他们有没有悔改？有悔改。我们要真的在神的面前，在做我们所看到的。以后我们在5月1号的我们的那个我们华语礼拜里面要提到彼得的3个3，很好玩欸。彼得不认主，背叛主3次；彼得受呼召3次；彼得被下监狱几次？3次。第1次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非常讨厌彼得，因为彼得一直讲说耶稣复活，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耶稣怎么样，他们就把他下监。之后他还是勇敢的去传道。第1次在那个使徒行传第4章，各位有空自己去看。第2次在使徒行传第5章，他下到监狱里面，天使把他救出来，他居然在馆场里面继续传道。第3次又把他下到监狱里面，他去到天使把他救出来，他到门徒聚会的地方，在第12章4、5、12，你们自己去看看。你们发觉到彼得纵然受苦一次再一次，可是上帝救他，从监狱把他救出来。因为监狱困不住我们信徒的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所看到的保罗跟希拉有没有在监狱里面唱歌唱得好高兴？监狱门打开，耶稣全家都得救。我们要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知道耶稣在我们心理上的分量。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要有共学的信仰。所以叫共学的信仰，信仰不是爸爸的，信仰不是阿公的，信仰是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3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你如果去看我们的信仰马街150年，他的信仰是代代相传呢。那你公语丢了哈，你看，上个礼拜带我们去什么淡水，就说的我也很想去。我说不是事情那么多，我真的很想出去走一走。那天我跟我太太讲说，我倒是这种年纪的，连政府跟我编经会，每一年给我好几万可以出国，我都没有出国，就去过1次德国，那是为了查一件案子，之后我就没有再出国了。他们可以出国去哪里？大家互相都有人接待，多好。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国，这么几年了，所以淡水我很想去呢。可是我觉得最失望的听说你们吃那个阿吉跟那个，为什么没有给我买回来到现在真的，陈国瑜长老，你给我记住，我告诉你，好不好玩？好玩。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仰的传承。我们看到那个马街博士的脚钟里面，我们去学他的脚钟是多么的美。所以摩西告诉我们，告诉这些以色列们，你们要将上帝的话语牢记教导在你们的每一个小孩的身上。因为如果你儿子的名分所受的灵，你就要教导他们去做。我们是看奥斯汀，因为时间关系，我也没办法再讲故事了。
奥古斯丁，非常有才能的人。他的妈妈少他爸爸25岁，他的爸爸每天花天酒地，他的妈妈每天就带着小孩子祷告。可是奥古斯丁呢，非常有才华，能力很好，是有名的教授。可是他每天花天酒地，他太有才能了。到32岁，有一天突然在花园里面散步，奥古斯丁觉得说，人生真的是太空虚了嘛。那每天这样玩，可是心里就是很空虚，快乐的背后是空虚耶。那个不是真正的幸福哎，他非常的空虚耶。他想自杀。他想自杀的时候，他突然看到的罗马书的第13到1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再欢宴醉酒了，你们要归正回来啊！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都不对，不要再犯到。他突然觉得光照亮到他的心内，他就在花园跪下来：上帝，我错了。他几岁受洗？33岁。第2年就去找主教、找神父，说我要受洗。说你那么有名。是啊，我妈妈是基督徒，我妈妈那是天主教徒，然后我妈是天主教徒，可是我不是我要受洗。受洗完之后，他真的是把所有的圣经、把所有的神学，做完全交托给主，而且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各位有空的话，上网上去看他的事迹，他讲好多话都很美，可是我觉得最美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讲了，在临死之前，那他跟奥古斯丁去南非，他奥古斯丁在那边传道啊，好多人得救。他的妈妈跟他去南非才56岁，坐船回来的时候得到瘟疫，快死掉之前，他妈妈跟奥古斯丁讲：“我的死并不重要，可是我希望我的儿子们、我的子孙们一辈子。”都有主的脚步跟他们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代代相传的信仰，是我们在清明节里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在追思你的先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留给你的信仰。如果你是第一代，那你有责任将这个信仰传给你的第2代，让他们自己去接受主耶稣。上帝有儿子没有孙子，请你们记住这句话，不是说你有信仰，你的儿子就一定有信仰，而是你要教的你的儿子有信仰，让他一辈子蒙福，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今天要唱出佛出爱，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圣灵的果子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忍耐，那种爱发自内心的爱。你没有朋友没关系，你没有人帮你做事情没关系，重要的是上帝的爱在你的心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请你们要有信心在主的面前的爱，耶稣一定会给你他最宝贵的爱。甘心给，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我们用力来，大声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让我们这份爱出自我们的内心。我们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爱我们世上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主，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激发。也许我们遇到患难，也许我们有短暂的痛苦，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爱会遮蔽，会掩盖这些东西。我们会得到主你完全的爱，也得到你爱的浇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此时我们依然站立，我们要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话语。请坐。此时我们要来报告，在报告之前，请大家随我来一起把我们今天的华语金句，这华语金句是记载在《申命记》第6章的第6到第7节的一段话，请大家随我一起来用华语来念2次。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再一次，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吩咐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命记第6章6到7节。这是我来报告。我们在这份报告的话，我在重点这部分报告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台语礼拜结束后，然后特别是棒中结束以后，我们会召开定期长执会，那请长执这边出席。然后特别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政委弟兄，还有我们政委弟兄未来的太太郑怡安姐妹，我预定在4月9号礼拜六在下午2点15分。会在台北浸信会仁爱堂举行婚礼，那请各位会友踊跃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婚礼，然后给他献上祝福。然后接下来我们做肢体的交通，然后我们今天的话，等一下也会向乌俄两国的能够尽快恢复和平来代祷，也会现在我们刚好清明年假可能回到故乡，或者说在这附近里面去省亲，然后扫墓的会友出入平安来代祷。当然，我们要为刚才我们有讲到4月9号即将要进入结婚，然后新的人生的旅程的部分的政委的婚礼的举办来代祷。那我们为教会的2个家庭，就是陈堂娘长老娘的家里，也就是我们浸会还有嘉恩的这家里，还有陈淑女姐妹的信仰
还有健康、学业、起居、工作来带导。我们再为这些事情齐力来共同齐心来带导。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现在心里充满了感谢，因为你再一次引导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里面，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感谢你。只是我们求你听我们软弱的祷告，求你医治我们这些本为有罪，但是你却赐下你的独生子来洗清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心神和肉体，使我们有强壮的身体、健全的心灵，来面对主你要我们所要面对的前面的路程。此时清明连假，在我们的心里面，除了放下的喜悦以外，我想在我们心里都有一些亲人离开我们，再次想到这事情的感伤跟不舍。但主，我们感谢您，您让我们有盼望。我们所有盼望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先人传给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传承，我们会继续延续下去。更大的是，主让我们盼望，就是我们同为主你的子女，我们有一天必会跟我们的先人，我们离开我们的亲友，在天上再次的相见。在地上的离别只是短暂，我想在天上的再相聚才是永生。我们在此时也要求主您，让我们中心教会的每一个在座的会友能够同心，也祈求主您在中心教会的复兴上面，用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再次兴起教会的事工，不是只有侍奉，更是要把上帝主您的爱传开，照顾我们邻舍，照顾我们本来不认识你的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学，甚至我们附近的邻居。主，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来绊倒。求主您坚强我们，让我们所做的得到的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继续持续站立，我们来唱颂荣诗歌新圣诗392首。颂荣完以后，我们请蔡长老来为我们祝祷。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苍生都叹颂言，
天上万军也赞之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愿主耶稣十字架宝血遮盖你们所有的罪，愿上帝的恩典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安慰保守你们，让你们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有主的恩典同在。纵然有短暂的苦难，主必救你脱离苦难，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做默祷闭会。此时我们来行平安礼，我们请各位在座的会友能够起立，我们向我们的左右的我们的会友道平安，然后也祝福他，恭喜他上礼拜事业的顺利。